像啊，这个林炳初涉嫌13罪是互判这个2年2个月。等一个相关的新闻，咱整理了后，才个报互你知。咱先来看这水甲人100话咧。入秋咯，台中的福寿山农场甲武陵农场的饭仔墙开始来翻色咯，真水。法人的饭仔叶日头一日就闪闪烁烁，边的鸳鸯湖倒照出美景，加上虫鸣鸟叫声，宛如仙境。伫湖边散步，更加是有一番的风情，才有规片的大春菊随风摇摆，加上晚风细山山脉如此的美景，和上山游客讲，真正是有够水。台北三峡就枫叶都红了，然后天气也很好，很漂亮啊。其实这样走一走很舒服。有遮水风景的地点，伫海拔2200公尺的台中福寿山农场，这几天山顶透早温度降到10度左右，日时上高温是18度，早暗的温差，和农场内种的几百丛饭仔树，叶啊豆豆泛红。预估整个农场的赏枫期会持续到11月底、12月初。现在波斯菊正盛开，预估整个波斯菊的赏花期会持续到10月10号。另外，武陵农场所种的加拿大黄金枫开始为黄色豆豆变成红色。另外一边，也有青黄色的白果树嘛，开始有真高秋天的气氛。秋天爬山，无论是赏饭仔叶，还是欣赏山顶的美景，拢是秋冬的季节难得一见的享受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